要記得攞正式收據啊！正方黃到益，小朋友都識。舒適達專業修復抗敏牙膏係舒適達嘅最新科技。呢支牙膏真係可以修復引致牙齒敏感嘅外露部位。舒適達專業修復抗敏牙膏含有活性成分 Novamine， 會主動追蹤同修復外露嘅敏感根源，形成保護層，覆蓋同修復牙齒外露嘅敏感部位。佢真係有效。每日護膚第一步，用機鹽水拍幾拍，將一個海洋嘅水分吸收晒。全靠4種透明質酸，層層滲透。機鹽極潤保濕化妝水。機鹽水。中信銀行國際話你知，每100港元兌人民幣最新匯價。以上資訊由中信銀行國際贊助播出。各位早晨，文傑早晨，早晨。今日天氣都唔錯喎。係啊，最高有成33度啊。咁啊，酷熱天氣警告係生效，預測大致天晴，天氣好熱，最高氣温有33度，吹和緩南至到西南風。展望未來1-2日係大致天晴同埋酷熱。跟住睇下今朝嘅新聞提要。泰國曼谷四面佛附近炸彈爆炸，造成19人死，過百人受傷，死者包括2個港人同3個內地人。美國話現階段未能夠斷定曼谷爆炸係咪恐怖襲擊。天津民眾尋晚舉行燭光集會，悼念危險品倉庫爆炸死者。詳細內容：泰國曼谷四面佛附近發生炸彈爆炸，造成19人死亡，包括2個香港女人同3個中國公民。而123個傷者當中有15個中國遊客，亦都有港人同台灣人。暫時未有組織承認發動襲擊。而曼谷中小學今日全部停課。爆炸喺四面佛所在一個繁忙路口發生，電單車着火焚燒，途人爭相走避。現場附近有5星級酒店同購物中心，琴晚近7點爆炸一刻，無論人流同交通都十分繁忙。死傷人數眾多，部分人當場被炸死。幾十架車受到波及，四面佛周圍嘅欄杆亦都被炸毀。當局一度喺現場發現2件可疑物品，後來證實唔係炸彈。警方話，事發之後只係發現1個3公斤嘅土製炸彈被放置喺電單車上，會封鎖現場調查，直至今日中午。暫時未有組織承認發動襲擊，當局話將會採取一切手段，將涉案嘅兇徒繩之於法。As for possible motivation to those who may have caused this incident, it is too early to speculate which group may have been responsible for this crime, but authorities are following possible leads. 總理巴育否認曼谷進入緊急狀態嘅傳聞，但係下令市內400幾間中小學今日全部停課，並設立作戰室統籌應變行動。國防部長表示，爆炸明顯針對旅遊區，企圖打擊泰國嘅旅遊業同經濟。部分喺當地嘅遊客亦都表示擔心。When we left Germany, we did not think about anything like this could happen here in Bangkok, like in the city center. And our honeymoon and our vacation will go on, but with a very unsafe feeling. 四面佛位於曼谷鬧市，好多當地人前往祈福，亦都係外國遊客嘅必到景點。不過同時亦都成為咗襲擊目標。附近一個商場2月發生炸彈襲擊，未有造成嚴重傷亡。當局話係爭取獨立嘅南部伊斯蘭武裝分子所為。無線電視記者彭子文報道。
我哋嘅記者單景偉啦，而家就喺曼谷爆炸現場附近㗎，現場係咪仍然被封鎖呢？係啦，嗱，泰國嘅警方同埋軍方啦，繼續係圍封咗呢段道路啦，係作進一步嘅調查。而喺泰國時間7點幾左右啦，大批嘅泰國嘅警方啦就嚟到呢一度，咁相信啦係要作進一步嘅調查咁樣。嗱，睇一睇個現場先啦。嗱，佢哋咧主要咧都係集中咗啦喺一個商場嘅樓下，咁相信就係爆炸嗰個地點啦。咁佢哋咧就係除咗係警員本身之外咧，亦都出動咗一啲嘅狗隻啦，係幫助調查。咁亦都啦係帶咗一啲嘅透明膠袋喺現場啦，就檢走一啲嘅物件啦，就放落去啲透明膠袋度，相信啦係用嚟化驗嘅。咁另外咧，佢哋亦都咧用相機記錄低啦現場嘅情況咁樣。嗱，現場見到咧仍然都係一地雜物啦，仍然係未清理。至於咧幾時啦先至圍封，幾時先至有結果啦？咁泰國嘅警方就同我哋講咧，佢哋係未知道㗎。咁至於啦，我哋都同泰國警方傾過啦，究竟今日咧嗰個人流咧有冇少到咧？咁有個嘅警員就同我哋講話其實咧今日咧泰國嘅市面咧就同平時差唔多。咁不過咧亦都有泰國嘅民眾咧同我哋講，佢哋就話啦比較都擔心啊！依家個情況，覺得翻工嘅時候呢條街都冷清咗少少。佢哋咧話會避免啦去一啲多人嘅地方啊，咁遇到呢啲同類嘅事件，亦都會小心一啲咁樣話。嗱，我哋咧會喺泰國曼谷啦跟進住呢個情況㗎，先將時間交翻俾你啊。好啊。而入境處證實，泰國曼谷爆炸案入面有2個香港女人死亡，分別係19同24歲，另外有6個人受傷，而家派人去當地協助港人傷者。直至到今朝6點鐘，我哋入境處確實咗有2名香港居民喺意外中遇難嘅。咁我哋已經立即聯絡同埋慰問咗死者嘅家屬，同埋按照佢哋嘅意願去提供可行嘅協助嘅。咁除咗頭先我所講2名遇難嘅個案之外呢，入境處總共暫時接獲咗6宗香港居民喺意外中受傷嘅個案嘅。咁佢哋分別都已經送往咗喺當地嘅醫院接受治療，而其中1名受傷嘅港人呢，喺治療之後已經出院啦。咁入境處亦都會派遣3名嘅人員啦，隨即出發到泰國曼谷去協助家屬啦、遇事者啦同埋當地嘅港人。外交部啟動應急機制，要求駐泰國嘅中國大使館全力協助受傷嘅國民。美國國務院就話，現階段未能夠斷定曼谷爆炸係咪恐怖襲擊。泰國警方天光之後繼續封鎖曼谷市中心嘅爆炸現場調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發表聲明，話外交部已經啟動應急機制，要求中國駐泰國使館查明情況，全力協助喺爆炸中